如果有一間餐廳能夠將維多利亞港嘅壯麗海景、半世紀嘅地道人情同埋頂尖嘅海鮮烹調技藝融為一體，就一定係位於鯉魚門嘅南大門海鮮烹調專門店啦。呢度不僅係美食家心目中品嘗沙晚海鮮嘅聖地，更係一處讓你透過270度全景落地玻璃窗，將維港獨特嘅山海風光進入眼底嘅絕佳所在地啦。餐廳坐落喺維多利亞港東面鯉魚門嘅燈塔旁邊，係欣賞維港海景嘅絕佳位置。無論晴雨晝夜，開闊個維港景致都係你用餐時最奢華嘅背景。南大門不僅係一間餐廳，更係融合咗視覺、味覺同埋文化嘅深度香港體驗。無論係為咗一睹維港嘅夜景，還是係為咗追尋有極致嘅鮮味，呢度都係一個絕對值得你去探訪嘅地方。下次計劃享用海鮮大餐嘅時候，不妨將腳步邁向鯉魚門，讓南大門為你呈現一場難忘嘅盛宴。多謝你哋嘅觀賞，更期待你哋嘅光臨。